可以吃东西了，谢谢。你们可以一边吃没关系的，放轻松啊。哦，还要上厕所的话，可以直接去，没有关系，对啊，试看看啊。不是，开玩笑的，就是大家自己然后，就是按照那个，我们第一次来到这边，所以非常的兴奋，有点紧张，紧张又有点兴奋，兴奋跟紧张之间一直夹杂着复杂的情绪，害我都瘦了，刚刚。水吗？还好你没有麦克风，不然就是据点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哦，不是首，是什么了？哎，还有这个要请老瓦来讲，这他的歌，他跟大家解奏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瓦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然后我是那个新竹县五峰乡的太阳族。海山。然后那486项倒数第二节。我家就住在那个五峰乡唯一卖乐透的那个。海山。它比 7-Eleven 还要珍贵，因为全五峰乡就只有我们家有的，所以以后去五峰的时候可以去我家买乐透。对啊。然后如果你说你是老爸的朋友，会多收100元。那我还是不要去了。来3。好了，开玩笑。那下一首歌呢，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水准的歌。没有啦，就是很生活化的一首歌，就是因为我爸是个猎人，他又是一个公务人员，就是他会利用。不要那么快。不要那么快了，你们去外面罚站好不好？我改歌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叫臭喷喷。然后他就是会利用那个，就是闲暇之余去射鱼啊，然后打猎什么的。然后有一次就我爸就叫我们去，就是可能2点放他上山好了，可能过个1-2天再去接他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爸他其实蛮严肃的啊，然后去接他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哎呦好臭哦，他身上就有很臭的味道，然后我们不敢讲他，然后我们就只好就是2姐妹就只好为了就是可以那个抒发那个太臭的那个，所以我们就叫香喷喷，其实相反，其实真的很臭，然后歌名叫香喷喷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你就简而化之好不好？听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Yes，listen the song， 还是。
对。